独立书店做出自家嘅风格，唔过系无法度经营下去，也冇乜达到哟。有图书习惯嘅人已經冇咁多嘅，就算愛買書，也引來引導人會去書店讀，睇名錄好買。實體書店引來越難生存咧。有到政府喺今年6月底簽嘅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其中有關出版、印刷業嘅部分，許多業者都想講，也會使知道已經爬爬揭揭嘅嘢書店韓國澳門。繼續來看我哋嘅報道。政府全不冒，政府全不冒，人民很感冒，人民很感冒。政府推動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和開放6項當中，包含嘅印刷業，會影響到規模細台灣出版產業務，出版嘅看法都冇同樣。這些印刷廠來加個很多東西來，可能更深的更前面目的就是能夠幫助這個，該企業個最近捱做嘅捱印刷的費用，總便宜不宜，係冇啦哈，對他有利的文宣資料啊，輕便宜先尿尿哎。他們來看銀行你都不怕，你還怕開書店嗎？哎，這裡他給我們洗腦也洗不了了。大陸書現在就在賣，就多的是啊，我們這裡不會被大陸上統戰的。那麼大陸上很要我們書。我們假設說，對面上平等，就是說，他們都是公營事業。你假設我們去開分公司，我跟你還留在台灣。三民書局上週日漲過60周年，喺台灣出版業其中一個大書店。唐山書店的陳龍浩今年張接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理事長，你從冇相同，我對服務協議關心重點都係有對的麼？我主頭下網有服務協議前，台灣的實體書店做對公元2000年起時就做冇生意嘅。經營個書店來講，哈，10年前就已經完全不對等啦。做之 N 那邊是做之青島地嘛專業的書店，哈，我舉個書店的名呀，像那個秋水堂啦、明目啦嗰度，哈，好全部是幾隻家咪就賣太多書。可是呢，你去台就沒有看到那個書店。賣青島台灣書誒冇啊！我是1995年開始做書店的，那從95年開始，我每次都跟人家講啊，我經營書店呢，大概就是台灣書店的衰亡史，衰亡沒有興衰哈，就是說大概95年到98年，可能是台灣其實在書籍銷售這個部分還不錯的一個時代，啊，可是大概從98年之後就開始下滑。2000年以後，其實就越來越糟。也搭喺台北市重慶南路，是台灣書店遷徙中的所在。對民國38年起時，一直到民國70年代，汾陽路同重慶南路係書街。70年代，台大附近的文珠街、鄭州街同羅斯福路發展起來嘅。所講嘅文羅店變作台灣青島專業書店其中嘅所在。民國90年代起時，書店業開始沒落，新發展起來嘅係明路書店同天子書。我們在衡陽路的時候只有10幾家書店，台北市。那麼到重慶南路的時候呢，我們是衡陽路待了8年以後再搬到重慶南路。那個時候不再是文化沙漠了，也不是綠洲，就是已經起來了。所以我家想講，哎呦，買書很難哦，咩我哋可以隻專業書店啦。所以就這附近簽都未簽到隻貼下去啦，啊當房租就簽便宜啦，啊還是住下來，對家差唔多30年前哈，算是一個創舉啦。70年代曾經過美麗島事件，這樣是讀到時代改變同想法。唐山書店一直喺後生讀書人講喺地下書上用嘅方式經營到今，這樣是要做學術研究，天初會前唐山一隻文化地標，對大型連鎖書店搶喺成品一條發展起來過後，包含唐山一條獨立書店生意見來見唔好。你要嚟檢討說為什麼會這樣子啊？哈，那其實都是一隻生態原因啊。好，這個人家地啦，哈，台灣書店唔多啦，沒幾多，都沒有連鎖書店進口，尤其是成品啊，哈。一般我們這種小型書店的進貨成本大概都在7成，好，
不包含税。那其实像大的就是连锁书店，或者是像网络书店，其实他们通常的进货价格，我个人所知啦，就是说连锁书店的进货价格大概是在5成到6成之间。好，那网络书店其实原则上都是低于5成。大书店打折比小书店唔打折，创行较多，也係獨立書店生意難做所在。不過每往小書店嘅，不過就係一支小數字嘅，佢就係名路，就連大書店都了前頭嘅做。就是我可能会先去书店翻书啦，然后看一看，觉得不错的话才会去买书。那我觉得独立书店的特点可能是你可以拿一本书，然后去问店长或店员看他推不推荐这本书。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管道。近几年最大的影响黑数位出版的，他要上网去找资料你是可以说比如说比香港你书店，你没讲你独立书店难做啊。他书店没难做呢因为他这个你要后生全部上网上网买找资料啦，上网买书啦。对于实体书店来讲其实打击是巨大的养的孩子都少了，读书人口也更少了，那么资源少了，再加上不肯念，这么网络也多，他没有时间念了，所以在这个书店就要枯萎了。我是今天不瞒你讲，我是亏本的在做。我们还有400多员工，我们是拼命希望他们大家有这业，我能够尽量能撑一天。佢喺番亚拿书店嘅頭家廖延平，是咩賣菜嘅也係開傳堂嘅。番亚拿台中市中興大學順巷，咩係有名嘅獨立書店。不過為到本書店還做嘅下去，沒有一片賣書，哪個一片賣食咧？那個像一套雲火行嘅多嘅細書房，咩係用社區工作坊嘅方式來補貼。除非你在學區旁邊，否則想要經營一家書店，大概這些其他東西的複合，大概就是不得不的一個狀態。坦白說，現在即使在學區旁邊，恐怕都得想這個辦法。這個事情都是大陸書，有一般的社會人士愛好者，他們就是那種熱情的讀者嘛。那另外一部分是學校的研究生、文史科系的學生、老師等等。也喺台灣出版正體式嘅書讀到困難，買大陸簡體式嘅書，買獨立書店，成立要做下去嘅其中一個辦法。今天講了60年，不是悲觀，我對台灣很樂觀，但是對出版業是不堪想象。假設以現在這個情況，就圍在這個裡面，沒有辦法動了。讀者也看看今天這些書，明天這些書，他就不看了。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做2個投入做30年了所以呢有一個特別有覺得說有一點使命感可能如果說書店最後會唱片行時間消失，我們希望講能夠把它拉得更久一點風貌險嘅影響還唔清楚，不過面對安泰間連鎖書店、實體書店又遇到網絡書店嘅挑戰，背後還有電子書，書嘅價錢又進來進高，獨立書店還有10年嘅光景幕，出台書店頭家使命感，也還要有好多數年嘅支持。